为着要来解决农业欠工的问题，农委会向劳动部提出申请，要引进外国人来台湾饲鸮牛。劳动部嘛同意了，因为饲鸮牛是垃圾、危险又辛苦的产业，国内无啥人要做。农委会希望借由这个外国移工来补充劳动力，稳定农业的产能。 针对农业欠工人的问题，农委会去年嘛成立91团的农业人力团，招1935个人服务超过4000间的农场，嘛办理过假日农夫、加鼓励学生做点工等等措施，来提升个人农业工作的意愿。目前饲鸮牛因为相对较辛苦，欠工较严重。 必须都要依照外点农务服务的方式引进外国的工人。预计我们7月所有的透过外展服务的国外劳动力就会进来。那我们今年预计有400个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呼吁想要出国做点工的少年人，会使考虑留伫台湾的农场做新。伊啊打工也无保障，变做打黑工，也无保险，叫头家甲你剥削，即马受到职业伤害。 也无甲你保险，也无甲你这个照顾，往往啊受到足大的委屈回来。农委会评估讲，若是少年人愿意去农场做事，再加上外国人力资源，那会使互相关业者有休喘的空间，农业结构会更较完整，产能嘛会使更较稳定。